你行後，哇！呢個好勁。收一支山窿。三條影相啊！游船一路前行，让大家见到洞相连，水相接，天。坐在船上往上看，一线细黑着的天空。每到晴天中午1点左右，阳光从洞口射入水面，犹如一道金光，像宝藏光芒一样，把它叫做象王天。这里也是也许不同你走过地上，也许只是一个过客。无论如何，一个是金光天，一个是玉宇又到昔日的晴天。洞顶的光投射使水面波光粼粼，犹如世界的又环绕，真的是惟妙惟肖。这头巨狼望向苍穹，呼唤着自由、顽强。你哋唔使落船啦，我落船。冇啦，都唔賣票咯，佢啊頭先係賣咗票嗰啲。哦，嗰啲先至再。好快嘅咋，唔使1個鐘。喂，呢度露營。攞船開喎。有，不過唔知係咩人嚟嘅。沙漠嗰度就係人少嘅。啊！你帶下啲牌，你可以